究竟點樣可以又慳錢又穩陣咁樣申請 PGWP？申請 PGWP 期間可唔可以出境？又會唔會影響咗 Maintained Status？可唔可以申請配偶工簽？PGWP 未批之前可唔可以工作呢？申請 PGWP 究竟要幾耐啊？一般嘅拒簽原因有邊啲？學簽轉咗做 PGWP，配偶原有工簽仲有冇效呢？最近好多 Stream A 嘅朋友都準備畢業，佢哋除咗會申請 PR 之外，好多都會考慮申請埋 PGWP，咁就可以一邊做嘢一邊等候 PR 啦。冇錯，所以申請 PGWP 咧都係大家嘅一個轉捩點。咁申請嘅過程咧雖然唔係複雜，但係咧對於 IRCC 嘅要求咧，原來好多朋友咧都仲係當中有一啲盲點或者有一啲問題。咁今集咧我哋都希望大家咧為大家一一解決嘅。咁首先同大家講一講咧 PGWP 咧一啲基本嘅要求。課程咧本身個 course 就最少要8個月嘅一啲合資格嘅課程啦。而學校咧，亦都係一啲合資格 DLI 指定嘅學校。同時間你申請 PGWP 嘅時候咧，你當其時都要有一個有效嘅 study permit。PGWP 咧最長係可以批3年嘅，咁視乎課程嘅長度而定啦。一般香港嘅同學咧都係讀2年嘅 college diploma，咁有啲甚至乎2年嘅 diploma 當中咧，佢用16個月咧已經完成。咁因為你個 program 本身都係寫住2年啦，咁所以 PGWP 咧都係會批出3年俾你嘅。至於language 嘅要求啦，如果英文同法文嚟講咧，CLB5就已經可以噶啦。如果你讀嗰個係 college 嘅課程，咁同大家講咗一啲基本要求啦。另外有一啲事項咧，大家都要留意嘅。申請 PGWP 咧，你嘅 course 一定係全期你都係 full time 嘅 study。咁同埋你畢業之後咧，180日之內咧，你就要作出申請噶啦。咁同時間，你無論喺加拿大境內啦，或者你喺加拿大離開咗加拿大境外咧，你都可以申請 PGWP。仲有一樣好緊要嘅，就係大家咧喺申請之前咧，要留意一下你自己 passport 個有效日期。最好個 passport 咧係個有效期咧超過你 PGWP 嘅。如果你諗住真係攞個3年嘅 PGWP，咁最好你嘅 passport 咧個有效期就超過3年啦。啱啱同大家講過有180日去申請 PGWP，咁呢180日點樣去用呢？其實都有一個巧妙喺度。我哋就嘗試為大家咧介紹一下點樣用一個最慳錢又最安全嘅方法去申請 PGWP。其實180日咧可以分開前90日同埋後90日。咁而家有一個例子俾大家去睇一睇，乜嘢叫做畢業呢？其實 IRCC 咧對於大家嘅畢業日期咧係有個定義嘅。畢業嘅日子就係 completion letter， 你收到學校呢一封信，或者學校出 transcript 俾你，又或者當學校頒個 degree 或者 diploma 俾你。咁呢3個情況，任何一日開始咧，就已經係叫做你嘅畢業日期，就係我哋所講嘅前90日嘅開始計算啦。咁到第90日嘅時候，即係大家咧，其實你嘅 study permit 咧就已經係實際嘅學簽到期日，而並非咧大家金紙上面咧原本印有嗰個日期。呢個係大家要特別去留意呢樣嘢嘅。唔好淨係望住張紙個 study permit 嗰個 expiry date，實際日期係你畢業嗰日開始計90日，其實你嘅學簽就已經到期㗎啦。咁如果你真係過咗呢90日先申請 PGWP 咧，咁其實到期時你係需要首先申請一個 study permit 嘅 restoration， 申請咗之後你先可以再入紙申請 PGWP。喺咁嘅情況之下，變咗你其實就係要再俾多啲錢去申請嗰個 restoration 啦。咁所以千祈唔好由91去到180日，即係我哋所講嘅後90日先至去做申請喎。咁更加慘嘅情況之下咧，就係話如果你連呢180日全部都 miss 咗啦，你先申請 PGWP 咧，咁唔好意思啦，咁 IRCC 咧就會 reject 你嘅 application 噶啦。我哋見到大家對 PGWP 嘅申請都有好多嘅疑問，
我哋抽咗幾條常見問題同大家分析下。首先，申請 PGWP 期間可唔可以離開加拿大？而出咗境又會唔會冇咗 maintain status 呢？答案係你可以離開加拿大嘅。當你申請咗 PGWP，即使你離開咗加拿大而入境加拿大之後啦，你仍然係有 maintain status 可以喺加拿大做嘢，直至你嘅 PGWP 批出嘅。第二個問題啦，就係申請 PGWP 可唔可以申請配偶工簽 SOWP 呢？如果你係有一份 Tier 0或者 Tier 1嘅工作 job offer， 咁你就可以申請 SOWP。如果你係有一個 Tier 2或者 Tier 3嘅 job offer 啦，咁就要睇下係乜嘢行業。自然科學、建築、醫療、教育呢啲行業咧都可以申請 SOWP 嘅。咁要留意翻啦，你申請 SOWP 嘅時候啊，你嘅工作簽證必須係要有16個月以上嘅有效期。咁如果你係冇一份例如啱啱以上所講嘅 job offer 嘅話咧，咁你讀嘅課程啦，必須要係有16個月以上嘅 master program、doctor program 或者係指定嘅學位課程。第三個問題啦，而家究竟申請 PGWP 要幾耐呢？根據移民局最新嘅4月份嘅 update， 喺境內申請工作簽證啦，就需要218日，大概7個月以上。之後就想同大家講下 PGWP 嘅常見拒簽原因。第一，填表有錯漏，文件交唔齊。喺個 education requirement 裏邊啦，如果你淨係交咗 letter of completion， 亦都冇交 transcript 嘅話，拒簽嘅機會咧都比較大嘅。第二啦，申請 PGWP 嘅 criteria 係你必須係全期 full time study。如果你中間有個 semester 係讀咗 part time，咁亦都好大機會會被 IRCC 去拒簽嘅。第三，如果你原有個學生簽證係 expire 咗，亦都冇人喺90日內進行 restoration 嘅話呢，咁亦都係唔會批㗎。最後 PGWP 係一生人只可以申請一次。如果你曾經喺加拿大讀過書，亦都有申請過 PGWP， 咁亦都唔會再批多一個新嘅俾你嘅。第五個問題，我本身係由學簽而家轉咗去 PGWP， 咁我個配偶工簽 SOWP 會唔會有影響，或者會唔會失效呢？答案係唔會嘅。即使你嘅情況變咗，而家由學簽轉去 PGWP 啦，你嘅配偶工簽嗰個有效期呢，亦都係跟翻原有嘅有效期，所以大家唔使擔心。最後一條問題，申請咗 PGWP 之後，未批之前可唔可以工作呢？如果你申請 PGWP 嘅時候，你係有效嘅學簽，同埋你之前係符合在學嘅期間可以打工嘅要求啦，咁你申請咗 PGWP 係會有 maintain status， 未批之前呢都可以合法工作嘅。希望今集咧為大家解決咗好多申請 PGWP 上面嘅問題，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申請 PGWP 順利啦。下一集我哋會同大家咧講埋咧大家嘅另一半，即係究竟大家嘅另一半申請 OOWP 好啊，定係申請 PGWP 嘅 Spouse Open Work Permit 呢？如果大家本身心裏邊已經有問題，歡迎留言 comment 俾我哋，又或者可以 WhatsApp 我哋，下一集我哋會為大家一一解答。拜拜。拜拜。